呢啲先係我隻幸運兔手真正嘅實力啊！酷酷，今次我隻幸運兔手終於升到去首爾聖瑞 Daisy，除咗大賣特賣美妝產品，梗係要玩埋傳說中嘅橙橙樂啦！消費越高，個橙就越大，刮到嘅產品就全部可以帶走。一開始我以為係清貨噱頭，但係其實啲禮物都好唔錯，全部係貨裝 size， 見人狂刮一堆，但帶得走嘅唔多。秘訣原來係掃最表面嗰層，唔好篤到落底層，浮喺面嘅反而鏟得又快又多。最後個職員哥哥竟然再塞多咗一大堆俾我，呢啲先係我隻幸運兔手真正嘅運氣啊！教唔嚟噶啦，酷酷。但係鏟還鏟，真正日日用到嘅，我幫你揀咗3樣最抵入手嘅 product。第一係佢哋識連除9宮格眼影盤，眼影粉質細滑又唔飛粉，日常一盤就搞掂。07 ml Latte 最百搭，翻工翻學用佢實冇死。深深 Soft Color Pot 純盒都用得，膏狀奶油質地輕輕拍上面就融入底妝，唇油最怕又黐又立，一款搽上嘴，水光通透又唔立，輕鬆打造玻璃唇。如果覺得呢條片有用，記得 save 低。中意呢條片嘅話 ，share 埋俾你嘅好姊妹。